今年春节有长达7天的年假，台南市文化局安排了行春系列活动，伫各古迹景点推出台南400专属门票，设计结合古迹建筑线条，变成简单的图案，有收藏意义。如果要认识台湾的历史，了解台湾的文化。那其实是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2024年台南400一起造访台南，然后了解台湾甚至于台南的文化魅力。文化局也跟基美食品合作推出礼盒，外观是以大圆热兰遮城跟市政图做设计发想，内面有2种口味，也相当特别。台湾本产、台南本地、台南本地的东山的灵景啊，台南关庙的往来的去做。真会当代表咱台南的特色。非常古锥的好爷，还有富一支鸡腿，过年一定爱求财，所以甘肃电行这种合作推出立体毛巾。初1、初2、初3这3日咱有准备100份，局长买甲买我咱拢无拍折啦，568啦，568。这次更首度推出3组春节福袋。内面有成功爆米花、热兰遮包薯条等等，继续也真实惠。文化局要伫过年期间抢一波商机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